今次就推中山嘅坦洲樓盤，係珠海雙稅撞龍灣之後又一兩地牌物業，只需10萬買房可以送各種優惠。個示範單位就係第4期嘅尊貴園，2加1房可以達到157萬，3房可以達到177萬。呢間16座嘅02可以達到89方，出面街景比較開揚。呢個單位前後通，廚房都有露台仔。房間嘅間隔都幾四正。之所以叫2加1房，因為有間房本身係多功能房嚟嘅，可以做成3房都得。03號單位就大啲，3房2廳2廁，105平。成個單位3面單邊，景觀比較開揚，空間感都幾十足。最尾就係4號單位啦，3加1房118平，同樣都係雙露台3面單邊，都附加一間多功能房，而且主人套房都配一間衣帽間。如果想了解珠海中山樓，可以微信 WhatsApp 查詢。